感受好要安怎来跨年庆祝？交通部观光局特别规划几个所在，要来迎接日出曙光的活动，邀请民众会当做伙来到东北角福良的海墘啊，共一个时间和台东的三仙台，也有阿里山的民众会当做伙连续跨年。那迎接日出曙光，另外伫福良、壮围，也有南方澳啊，这个所在隆重到11万粒的电火球啊，做一个迷人的台二线，要为这个元旦邀请大家做伙落班伫久。一直到西洋的情人节，暗蒙蒙的一片，随着时间经过，豆豆啊就步出光线，无偌久的时间，乌暗褪去，出现金黄色的日头光。新年元旦就要来啊！真侪人会选择用迎曙光的方式迎接2020年。交通部观光局就透过及时转播举办迎曙光的活动，伫咧福良、三仙台甲阿里山三个所在现场连线，互现场的民众会当伫咧同一个时间来看到曙光。那我们希望把这样3地的这个活动呢，透过这样转播结合在一起，然后把我们这个爱你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我们的亲人、爱我们的朋友、爱我们的环境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呢，透过这样的转播呢，传达给大家。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，今年台湾本岛上早的一道曙光，预算伫咧6点35分，伫咧台东三仙台出现；东北角的福良是6点37分，阿里山日出会伫咧7点05分。对元旦开始，台湾的湿度会来减轻，所以3个所在拢有机会会当看到日头光，其中阿里山更有机会会当看到云海日出。那阿里山的情况是，我们预期了它的云的高度跟观景台的高度差不多。所以运气好的话，如果云低一点，观景台能够看到日出，那是所谓的云海日出，那是相当漂亮的。福良迎曙光的活动嘛，甲饭店的业者合作，民众来到现场参加活动，都有机会得到5节的浸温泉券。主办单位嘛会伫咧现场来做网络直播，到时阵全台湾曙光的水，国际拢会当共同来欣赏，要互民众幸福迎新年，欢喜过好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